今日我哋去前深水埗配水庫參觀，去之前先去家後食餃子、芝士蛋糕。呢一件係玫瑰芝士蛋糕，佢係好食嘅，不過佢嘅 size 比其他店賣嘅細一半，只係夠一個人食。我哋食咗煎餃同埋湯餃。呢一款係時日特色餃，麻辣白菜。我哋而家去前深水埗配水庫，喺聖公會英文小學側邊呢一條斜路上。配水庫每月有一日休息，不過幾多號就冇定，要自己上網睇。第一次我哋揀咗5一黃金週其中一日上去，好多人排隊，去唔成。2個禮拜後我哋又去一次，今次冇乜人，每次只限100人參觀。提大家，配水庫係有2個入口㗎。今日好熱，我以為裏邊好大，起碼要行成個鐘，原來好細，一眼睇晒。呢度冇冷氣，都幾熱。睇咗10分鐘，諗住走嘅時候，燈光 show 啱啱開始，又企多陣。個燈光 show 好求其，竟然有旅行團帶人嚟呢度參觀。如果我係遊客，一定鬧爆間旅行社。呢個位應該動返個牌喺度，話俾遊客知呢一座係獅子山。走嘅時候條路有啲崎嶇，大家要小心啲行。跟住我哋行返去西九龍廣場食嘢，6樓嘅 food court 已經全部租晒出去。呢一間意大利食店仍然好多人。今次唔講佢啦，睇下其他店有咩食。呢一間係土耳其食店，呢個 pizza 叫肉食主義者 pizza， 係個大批，個批底好食。呢一間店係賣煙燻肉餅嘅，味道都 OK。6樓 food court 缺點係座位好少，因為我哋2個人只係叫一個餐，所以唔可以坐喺店前邊，要去另一邊揾位坐。店主會喺你返嚟攞肉餅嘅時候，先至開始煙燻。呢一個係炸彈蔥油餅，記得叫少汁。溫馨提示：又汁又流心蛋，個皮又脆，小心食到成身都係污糟邋遢。之後我又嚟過食印度菜，呢個係素菜咖喱角同埋印度奶茶、羊肉咖喱薄餅。喺6樓仲有一間香蕉餅專門店，另外有一間賣韓式炒麵，食物賣相 OK， 但係味道仲有好大進步空間。呢間意粉店喺8樓，好受歡迎，大家唔好咁傻喺度排隊等開門食意粉，因為佢開門唔準時。你見到有人收錢先行去排隊落單，然後留低電話，佢煮好就會打電話叫你攞，你預半個鐘先有得拎。你可以叫外賣拎去6樓食。